我報咗 Kingsley 1年，又最尾喺 DSE 拎到5星星嘅成績。最尾例如 Section B 嘅題目，我哋已經可以喺半個鐘之內可以完成到。Hello， 大家好，我係陳俊賢 Johnny， 嚟自寶良局漢吳堂中學。我報咗 Kingsley 1年，又最尾喺 DSE 拎到5星星嘅成績。因為覺得佢嘅例如係 KL 機嘅技巧啊，又或者係future paper 亦都好有質素，教到好多唔少5星星嘅學生。future paper 當然係比平時嘅 past paper 或者係 DSE 更加困難啦。而就係因為接觸得多呢一啲嘅 paper， 所以我先會去學識一啲更加即係 high level 少少嘅嘢，就唔會淨係困囿住咗喺平時嘅 past paper。喺時間控制方面啦，我哋上堂嘅時候都會好有效率，例如嗰一堂係操 equation of circle 嘅，就淨係操 equation of circle。而就係因為咁樣，我先可以 track to track 咁 track 翻我嘅 progress，令翻我嘅溫習效率更加好。而第二樣嘢就係佢嘅操卷量係好多㗎啦，連試題集係有成80幾頁，所以我可以1-2日嘅時間就可以令到嗰一個課題好純熟。我相信操星嘅同學如果做咗 Kingsley 嘅 future paper 之後，一定會獲益良多。